多数人将60岁生日定义为安稳，露比却想以一次滑翔伞体验作为特别礼物。鲜有人知，他有畏高问题，还饱受坐骨神经痛折磨。起初被问能否背负10公斤装备上山时，他笑着答应。但队员们看到他扶腰艰难行走，才明白他在忍痛坚持。得知他不愿放弃心愿，队长率先接过伞具，队员们纷纷帮忙，有人背装备，有人搀扶，有人引路。原本25分钟的路程，他们走了1个半小时。一路上，露比忍痛前行，队员们贴心关怀。当滑翔伞起飞，露比展开双臂，曾经的害怕与疼痛都化作自由。他像孩子般感受飞翔的快乐，这不仅是心愿的达成，更是他跨越年龄、疼痛与恐惧的自我突破。而这一切源于香港飞翔服务队用耐心与关爱搭建的飞翔阶梯。他们以朴素陪伴，让不可能变为我可以，让这份60岁的飞翔记忆充满温暖。哇，犀利啊！Hello！ 哇，好開心啊，好興奮啊，完成啦，真係好開心啊，刺激啊！喂，多謝晒。大女係咪嚇親你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露比啊，好快咁眨下眼又登陸啦。咁早幾年呢，我有個朋友呢係 Carrie， 佢就係登陸嗰陣時候呢，就跟咗香港去飛咗一次，我又覺得好正。今年我登陸呢，我都想有一個咁嘅，早半年前我已經安排咗，都係揾香港嘅 Daniel 帶我去飛。今日呢，就終於去飛咗啦。其實飛都唔係咁簡單嘅，真係又緊張又刺激，因為我本身都係畏高嘅。天時地利人和，你唔係話想飛就飛。法蘭西水龍幫我孭裝備。中間我都有諗過放棄嘅，上到山頂呢，就飛出去嗰下呢，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，好舒服，好寧靜，好似一隻雀仔咁，真係好興奮咯！去咗好多地方，嗰個感受係呢，冇嘢係做唔到嘅，只要你自己肯去做，就一定可以做到嘅。多謝你，多謝你跟住，多謝阿女。拜拜。